李前总统即马搁伫个台北荣总内底伫咧做治疗。伫今年元宵节，伊无说哩呢，即啉旧啉的时阵呢，无说哩加重吼，后来就来到台北荣总伫咧做治疗当中。那到目前为止，伊的状况也阁是伫咧治疗当中，慢慢恢复当中哈。其实，在今年的大年初一的时候，倪安也曾经到李前总统的官邸去拜访他，哈，那时候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也都可以回应，点点头，哈。那再往前看，就是去年10月20号左右，我们有一群朋友帮他举行了一个这个算是有点是暖寿这样子，那也是为了基金会来做一个募款的活动哈。那个时候李总统也有跟大家来见面，他的精神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他非常的关心我们台湾的民主的发展，所以呢，伫遮要来呼吁大家唔通黑白传假的新闻啊，请大家不要传递假的新闻，也请我们的政府来打击假的新闻啊。李前总统他在2018年的10月了哈，那他后来就是这个当然身体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但是精神上面呢还是非常的照顾台湾的人民，想要台湾这个民主呢能够继续的坚定的走下去。我想这个是李前总统他一生的愿望哈。那希望说大家能够继续来帮我们李前总统打气，帮他加油哈。希望他可以早日恢复健康。谢谢大家就跟大家先简单报告到这里。现在目前因为年纪的关系，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入院之后，的第2天，我们发现他有肺炎的这个变化啊，就是他有感染到肺炎。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属于肺浸润的状态，但是在后面的话，肺炎的话就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以肺炎的模式，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那目前李前总统的身体状况是包含意识这方面是比较意识是不能讲很清楚，意识是清楚的。那因为毕竟李前总统98岁，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所以说他不管是在现阶段他的体能状态，当然说呛到以后引发肺炎，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好，所以这一点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那之前因为您刚刚说到有肺浸润的状况，他的肺部积水的抽取状况现在的状况？肺部积水是已经在控制中，还在控制中。那这阵子的话，就是包含像许安总统他们有过来看。关心李前总统的朋友跟长官都非常的多，我们也都常常保持这个必要的资讯上的流通，都有，都有。那个包含像是家人的部分是到我们家人是每天都会来。像院方有说预计总统什么时候可以有比较好的状况？刚才讲这个很难讲，因为老人家身体的体态本来就是比较虚弱，然后再加上是肺炎，那在肺炎的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之前李前总统的顾及也要去兼顾，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们没有办法啊，抱歉。明白，谢谢。医生那边他们有没有，他没有办法评估，因为现在目前所有的事情，因为刚刚讲的肺炎的部分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话，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所以现阶段只能够用比较弱的这个抗生素来做治疗。现在评估是病情是有好转，或者是不好？应该这样讲，我们就是还是要整体的评估他的健康状态。那现在目前因为年纪的关系，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应该这样讲会比较精准一点。好，想请教一下，李前总统近期有特别谈论到什么？因为这个消息，那他有没有特别谈论些什么？我想这个就
暂时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现在全国都还在防疫中。那在过年期间，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今天会特别出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李前总统的住院造成医院在防疫上、工作上的负担，然后再加上各位工作上的负担啊，这一点是在这边特别先强调的。所以说谢谢大家的关心啊，那总统有任何的病情上有任何的状况，我都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好吗？谢谢，有没有问题？他的这2年他是体态上来讲，他是比较相对虚弱，但是他现在所谓的沟通，他是可以比较简单的、明确的表达。